将产销履历的鲜鸡蛋倒进热锅中，仔细掌握火候，慢慢煎出微微焦香。另外一个锅子开始爆香调味，短短2-3分的时间，这道川味花椒烘蛋就能端上桌，而且口味非常的好，让人分不清是吃荤还是吃素。它没有素食味，而且它煮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像是荤的，然后口味的咸淡都很分明。觉得素食原来是这么好吃的，所以我们尽量少吃荤的，多吃素。丰州国际餐饮集团拥有许多热门餐厅，像是毛洞、茅房、小方舟，都是这间公司的旗下大作。集团过去专注的都是荤食料理，这次会新开毛叔餐厅，一切的原因就要从最爱的儿子来说起。那其实也是做素食，也是一看到环境其实一直在被破坏。那包括我觉得在供应链上面也失衡。那也加上我太太，我儿子其实出生他就不喜欢吃肉，他现在小3，所以他出生就不喜欢吃肉。那我太太觉得说，那就跟着弟弟一起不要吃肉好了。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种子，我觉得就让我们想要去萌生做这样子素食店的一个概念。以做给最爱家人吃的心态，选用最好的材料。毛叔坚持选用无农药污染、无人工添加、无麸质料理以及原型食物这4大原则，打造出最美味的蔬食料理。我们有4个坚持，第一个，我们不油炸。我们都是用煎的，因为我们觉得高温去油炸，其实对食物上面都变成一个破坏。那第二个，我们一定原型食物，我们没有所谓的 Beyond Meat 这些添加物或者是加工品。那第三个，我们没有添加物，所以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酱料，我们的比如说酱油，我们的那个豆瓣酱，其实我们都一定会严选，后面一定是没有完全无添加物的。那第4个就是我们没有麸质。对，因为其实我本身对麸质就会过敏，其实我以前是103公斤，对，那后来因为改掉麸质，不吃面粉，那其实慢慢就身体会比较 fit 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因为气候也湿啦，对，然后再加上麸质，我觉得也会对身体有些不好的影响。川味花椒烘蛋、韩国泡菜煎饼、马来西亚娘惹沙爹，或者是台式的3杯口味，毛叔主厨团队首次尝试以蔬食的方式来诠释，跳脱肉食框架，制作出连肉食控都臣服的菜肴。餐厅在今年9月新开，马上就获得许多饕客的推荐与喜爱。以上是记者张硕维在台南东区府东街的采访报道。